郭玲麗議員。唔該，主席。咁啊，喺呢一度咁，我第一樣嘢非常認同，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喺呢幾年入邊真係做咗好多愛國主義教育嘅工作。我好相信咧，喺幾年之前咧，大家一講愛國主義呢一樣嘢咧，大家完全係冇概念㗎。咁但係而家就明顯地就大家係關注咗好多。咁啊，依家都係政府啦，同埋大家一啲嘅努力啦。咁啊，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就想即係有少少嘅建議，就係因為其實我見到都幾多篇幅咧，就係講到喺學校課程一啲嘅改革嘅措施。咁見到其實都做咗好多嘅真嘅，譬如話喺課程改革，其實都講咗好多，譬如憲法啦、基本法啦，包括譬如一啲課程指引啦，或者而家加入咗一啲共產黨嘅歷史啦等嘅嘢，全部都係加入薪火相傳一啲嘅法治嘅行啲一啲嘅活動，其實都係真係做咗好多嘅事情。咁但係咧，我自己會睇咧，就係會唔會其實可以再進一步？再進一步就係將我哋一啲嘅課程其實可以規範化，或者去整合咗佢啦。咁譬如話我哋所講嘅課程嘅有一個嘅正規課程，你哋已經係納入咗啦，見到一啲增潤啊等等嘅嘢。咁但係喺潛在課程入邊，點樣可以將我哋愛國主義教育係真係滲到喺各科入邊，喺課程入邊可以更加靈活地去教導我哋，令到個小朋友感受到咧。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嘅家庭教育啦。咁家庭教育咧都見到已經係有好啲家長教育啊，課程框架會走咗出嚟。咁但係咧，譬如根據翻我哋喺2021年我哋國家嘅家庭教育促進法入邊啦，其實都提到嘅家庭建構咧，就正正已經係一個非常核心咧，係做推動緊一啲愛國主義教育嘅一啲嘅工作。咁會唔會喺家庭嘅框架入邊，我哋再可以進一步睇睇點樣可以做好我哋家庭建構嘅教育，然後跟住再推動呢一樣嘢咧？咁第三樣嘢咧，就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啲嘅資源運用。咁我哋而家用好多呢一啲嘅機會教育咧，去教我哋嘅小朋友，因為我成日覺得教好我哋嘅小朋友咧，一定係推動到我哋成個家庭嘅發展。咁所以我都希望咧，譬如喺幼稚園教育啦，或者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入邊咧，我哋可以係鞏固到呢一樣嘢，令到我哋嘅資源係用得更加好，亦都唔會係重疊，而我哋嘅成效係更加高。唔該晒，主席。局長。多謝主席，多謝郭議員嗰個建議啊。咁喺呢方面，我頭先有包括幾方面啦，包括啲課程整合啦，即係整合化佢啦，或者係嗰個家庭構建同埋嗰個資源運方面，都係關乎我哋教育方面嘅情況。或者我想請教育局嘅同事可唔可以回應一下？好啊，多謝主席。好啊。亦都多謝郭議員嘅提問啦。咁關於嗰個整合課程咧，其實喺整個中小學，其實同埋幼稚園咧，我哋都係用24個字嘅呢個模式嚟到推動嘅，就係呢個自然聯繫、有機結合、課堂內外總動員，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多元策略互相配合。咁所以咧，愛國主義教育咧一路喺我哋個課程裏邊咧，都係透過咧課堂啦、嗰啲科啦裏邊係融入元素啦，亦都透過我哋課外嘅，譬如內地交流啦，或者一啲比賽啦、啲項目咧嚟到推行嘅。咁無論喺縱向橫向咧，我哋都係兼顧嘅。咁相關嘅安排咧，我哋都係同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咧裏邊係一啲嘅內容咧係我哋都參考過，亦都係相對接嘅。咁呢啲咧我哋都曾經喺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小組嗰度咧係報告過嘅。咁至於咧家長教育嗰度咧，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出咗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咧，中學同埋小學嗰度咧，我哋喺裏邊亦都有提醒到咧學校係去即係配合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咧，推行嚟到去搞多啲活動啦，令到我哋嘅家長咧喺學校裏邊都知悉學校推行嘅情況，同埋咧佢哋自己本身咧亦都喺即係個知識啦，同埋各方面配合學校嘅。咁我會將呢個資料即係翻去會唔會再可以加強咧？會將呢個資料咧係同相關嘅同事係去轉達嘅。咁幼稚園同埋小學咧，頭先已經答咗啦。其實喺我哋幼稚園嘅指引同埋去小學嗰度咧，我哋都係有包含到咧，係要推動呢個國情教育啦、國民教育啦、國家安全教育啦，同埋愛國主義教育嘅等等嘅。唔該晒。主席，唔好意思，我想補充一句。郭議員。人本主義嘅教育理論咧，其實係非常之適合翻我哋呢個情感教育入邊。咁但係咧，都希望咧，我哋喺做好多嘅培訓之後，諗一諗，其實我哋係咪着重咗呢個配合到我哋嘅人本教育工作同埋情感教育？而我頭先所講嘅同
整翻嗰個課程咧，我俾個建議你哋考慮下一個法治教育工作，因為而家我哋將基本法、憲法同埋國安法咧，其實拆開咗，其實所有嘢咧全部都係法治教育下面嘅，會唔會可以喺呢一方面可以再做一啲嘅整合咧？唔該晒主席。好啊，政府翻去考慮下啦。